来啊，咱着用耶和华唱歌，用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用伊出欢喜的声。只是请咱兄弟起立，咱来同齐学罗上帝。新圣诗266首，旧圣诗493首，请来，咱着用主唱歌。请来，咱着用主唱歌，世上恩怨无数，当时无路，拯救着我，大声欢喜唱歌，咱着来到上帝面前，学罗感谢恭敬，应许因果一切恩义，大声欢喜迎喜。这是咱同齐来用来读新的诫命来做信仰的告白。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圣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是咱要来读启应文，请掀开咱圣诗的后壁，新圣诗的后壁，启应文第22篇，也就是伫咧圣经内面诗篇95篇，也是咱看头前的投影片。这是我来刻，请咱会众来用。来啊，咱来唱歌学罗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着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咱为一切生灵的大君王。伊统辖地极深的所在。叫悬的山峰万事伊手内。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伊嘛亲手创造陆地。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的王母的君君，伊照顾的子民。这是咱下头同齐来祈祷。至圣的阿爸爸，愿感谢你，阮真正是有福气的人。你将阮对世间人中分别出来，互阮完全属于你。感谢主耶稣有国王，互阮知，毋但是今生，阮伫咧来世，阮嘛有永远的愿望。主你赏赐伫阮的面前的是一条搁真多活的路。阮的身上有你济济稳定的记号，是你真水的应允，要甲阮同在，要保守阮有真正的平安甲喜乐。主，这是阮众人自责要来敬拜主，求主圣神你降临伫阮中间，引带带领阮今日的礼拜，拍开阮的心门，听，互阮的耳孔听会清楚，照着今日新学生的信息来对阮讲话，嘛要成做阮每一日生活的快乐，帮助阮伫咧属灵的活命的成长。主，求你保守阮教会今年度逐项的事工、逐项的服侍，
拢有你的同工，嘛有你美好的旨意伫咧内面。我嘛将阮教会兄弟姊妹每一个人的家庭、工作、生活，各个身体的健康，拢交托主，求主你看顾保守。那此时愿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这时咱请伉儷团契来带领咱来学罗上帝。耶和华你真伟大，真有精神，都互咱感觉哦，听了真心情真正投跳的真首诗歌，感谢伉儷团契，嘛愿这学老拢归咱天顶的阿爸爸上帝。这是咱要来强读上帝的话，
今日的圣经是伫咧约书亚记5章第2节甲15节。请咱手头有圣经的，要掀开的是234页。若无的，咱看咱头前的投影片。好，咱即是同齐来从头咱今日的圣经节。迄时，耶和华对约书亚讲：“你着创火石刀，第2摆甲以色列人行甲勒。”约书亚着创火石刀，伫拄去皮山遐甲以色列人行甲勒。约书亚甲因行甲勒的缘故，是因为对埃及出来的正百姓。见的交战的十步顶出埃及以后，直落里死伫旷野，因为出来的正百姓拢受割礼。独出埃及以后，伫旷野的路里所生的正百姓拢无受割礼。以色列人伫旷野行40年，到正百姓。就是出埃及的战士已经消灭，因为因无听趁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捌对因咒詛，毋互因看见耶和华对因列祖所咒詛。要想死咱的地，就是流年甲日的地。因的子孙。就是伊所兴起来煞接因的，拢无受割礼，因为因伫路里无甲因行割礼。约书亚才甲因行，百姓拢受割礼明白，就点伫行割地的所在，听效好。耶和华对约书亚讲：“我今日将埃及的能力。”移山离开恁，对安尼，迄所在名叫吉甲，直到今日。迄时以色列人才赢伫吉甲。迄月14下昏，伫耶利哥的平阳守盘过节。盘过节的过日，因着食迄所在所出的。拄迄日食无干饼，甲烘的五谷，因食迄所在所出的过日，玛纳着停歇。以色列人也无阁有玛纳。迄年因着食迦南地的土产。约书亚挖近耶利哥的时，也捌看见有一人手背刀，徛伫伊的对面。约书亚就有话伊，问伊讲：“你是为阮的，也是为阮的对敌啊？”伊应讲：“无，我来是做耶和华的军长。”约书亚就确伫第2摆伊讲：“我的主命令罗布啥物？”耶和华的军长对约书亚讲：“烫你脚里的鞋，因为你所徛的所在是圣的。”约书亚就照安尼行。这是咱要将时间交予咱的新学生王雅智新学生，伊今日要甲咱分享的信息是未知的未来。刚就开始进行咱先压头的祈祷。阮伫天里边，现在阮的信心常常是比水。当阮伫看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阮嘛会通对中间看到阮嘛亲像以色列人共款，常常。为着未来，感觉
未来感觉担心害怕，求你透过今仔的经文，互阮会通对你有十足的信心，继续行头前的路。求你的话语，互阮得到安尼的快乐。阮的祈祷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国活节庆典活动已经过去一礼拜啊。顶礼拜，咱做伙伫遮庆祝国活节，然后咱阁有摕鸡卵糕摕卵转去。先来常常有可能阁有礼拜结束，耶稣国活会欢喜。但是一礼拜了后，面对工作，面对家庭一般的生活，顶礼拜国活节，安尼感动，即马阁剩偌济。耶稣的国活对咱平常时对日的生活阁有啥物影响呢？咱有真有可能有真特别的经历，所以咱知影即个信仰是真实的。但这特别的经历，亲像吃大餐一样，但是我们不可能每餐都吃大餐。搁较侪时间，咱爱回去到平常时的生活，是吃我们平常所该吃的那些食物。当我在高中，当我在做学生的时，我常常有机会去参加营队，无论是去做童工，还是去做一个学生。伫我在参加营队的时，营队的所有活动，常常互我感觉足热情的。有时阵参加了后，我常常要感觉好，我即马转去要为着要有啥物改变，还是要还是要做啥物？但是搁较侪，常常当我转去平常时的生活，伫营队中所得到的安尼感动，还是安尼热情，就有可能转去生活中感觉着哪会拢无啊？常常在我伫中间，我就会通继续期待，什么时阵会当搁参加后一摆即安尼特别，还是后一摆安尼营队，互我会通继续安尼得到无共款的生活，无共款的经历。其实毋若是我安尼想，我迄当时甲我参加营队的朋友有侪嘛会安尼感觉，为什么参加了营队了后，当阮转去平常时的生活，营队的感动哪会安尼就消失？我们那时候都戏称这个叫做营队症候群。营队症候群是表明，这个意思是，当咱真有可能常常伫一个特别活动中，咱感觉足热情、足感动的，但是有可能等营队一个结束，当阮离开营队的时，阮就爱面对平常时的生活，阮甲还阁有剩偌济伫营队中的感动。有时阵咱来到教会参加礼拜，有时阵咱来到教会，特别是参加庆典的活动，无论是国活节、圣诞节，还是任何特别庆典的时，咱真有可能嘛得到感动，嘛得到安尼热心。但是当咱转去平常时生活时，有时阵常常嘛因为平常时生活会大滴滴的事，互咱感觉互咱的迄个感动慢慢的消失。所以，这个或许也可以戏称为一个
礼拜症候群吧。以色列人伫旷野40年，经历对上帝来逐项的恩典，因下衫无穿袂破，伊的骹嘛，他们的脚也没有肿，但是因总是爱回去因平常时的生活，回去到上帝为什么带领因出埃及所爱完成的迄个目标，就是进迦南地。当咱咧看约书亚记的是，特别是第1章，咱常常会注意到上帝吩咐约书亚讲：你着爱刚强壮胆。所以咱常常会合适约书亚感觉对，我爱刚强壮胆。但是当咱伫继续，当咱当作咱因为有经历过新业，也是听到上帝的声音，咱就会信心继续往头前来行。真有可能咱常常拢将即个想甲伤简单啊。当咱咧看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咱常会发现，第一代会出埃及的人，伊虽然看到新业，但是当因爱面对头前的头前的未来的时，伊嘛常常搁软正。咱会通看，当因虽然有遮尔大新业，但是因的12个探子去到迦南地转来，却有10个是甲以色列人报歹的消息，显出因虽然经历新业，但是当因爱回去平常时的生活，当因爱继续面对头前，毋是新业的生活的时，因嘛常常感觉毋知影未来会怎样，毋知影那迄个毋知的未来。是对安尼以色列人历史来思考，咱才会通明白，今仔日经文是怎样伫两个大的新约中间，其中所要表明的意义，阁是安怎？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在第5章，第4章是讲到上帝和约旦河的水停止，互以色列人会通伫正月初10过约旦河。后一章会通看到上帝带领因打赢了攻克了耶利哥城。所以对今仔咱对这两个新约，咱来看今仔的经文，会通分作3个部分。头一个是行割礼，第二个是守bán過節，上后一个是約書亞對着一個人，就是耶和華軍隊的領袖軍隊的領袖出現。伫今仔的經文看，咱會通看見，今仔的經文的主角是第2代的以色列民，因愛面對的挑戰，其實甲第1代出埃及的以色列民同款。當因發現因嘛愛剛強壯膽，親手拍贏迦南地的人，即群同款拄仔經歷上帝大心約的第2代以色列民。因有啥物無共款的選擇？伊為什麼有可能會通做無共款的選擇呢？帶過約旦河，上帝對約書亞的第一個命令，就是愛為這群第2代以色列民行割禮。佇曠野行40年，以色列人總算有會通去到上帝應允，要互因的迦南地。因的心有可能還佫咧驚訝，家己既然有機會親像因過去所聽到的，過紅海遐有上帝帶因過約旦河，但是一個過約旦河，即時
迄时上帝就爱约书亚为以色列民行割礼。若是对圣经中来看，行割礼是有冒险的，因已经过了约旦河。若是即时伊的对敌要趁即个时来要攻击因是无办法，他们是没办法回应跟反击的。既然有安尼会惊吓，为什么因还爱安尼乖乖听话呢？对遮的经文，咱同样片会通看到，割礼伫创世纪创世纪遮表明上帝甲亚伯拉罕所立约的记号。行割礼行割礼是有诚做迄个应允的名的行动的表示，但是伫遮割礼，上帝明明讲有特别另外的意思，就是伊为什么爱约书亚约书亚行割礼，是因为伊要将埃及他要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除掉。像是埃及的领路呢？出埃及这件事，甲过红海这件事是连结做伙的。当喇合在第二章当喇合帮忙把探子藏好时，喇合因讲：“阮听见恁出埃及的时，耶和华怎样伫恁面前，互红海的水打去？”一件40年前发生的代志，到今，阁是互迦南地人先消化，让他们先消化没有胆气。但是讲一个事，讲一个出过红海的这个事，对伫第一代出埃及的人来讲，因过红海的目的是要去逃撇。要去离开，要去离开出埃及的人安尼的心态，伊是要对为奴之家安尼的角度来认捌家己。其实因毋是无机会离开安尼错误的认捌，当作因但是因还阁是因过去因是在埃及做奴隶的安尼的思考来认捌家己。其实上帝亲身带领因出埃及的这个过程中，上帝不断地审判甲拯救，所以因若是有机会探上帝的声音，相信伊的应允，相信伊会照伊的应允来行。第一代以色列人民真有可能就会通进入迦南地，但是因却还是。可是听探因过去所对家己的安尼认捌，伊是对埃及为奴之家、埃及奴隶安尼的身份来看因家己，所以当因看到迦南地迄个城、迦南地人主民人民的时，他们心就胆怯。后来因就无办法。今日上帝要应允，要互以色列人的土地，但是新的这代，因若是照经文来讲，因真有可能无亲像头一代描写是会通真正的查某囝，真正的男丁，但是因却是上帝家己先兴起，要接续因的祖先的。这个观念是要怎样确立呢？上帝要怎样予即群第二代的以色列民离开因出埃及迄个领路，出埃及安尼出埃及时安尼对家己错误的认捌，要互因清楚知影因家己甲因的关系。所以上帝头前行事就是爱因行割礼。是表明，恁甲过去
已经完全截断。咱若是要知影要安怎行明仔头前的路，咱爱先知影我今仔日我是怎样受到我过去的影响，成做今仔日我才会通我才会通改变我过去错误的思考，我才会通有一个新的明白，继续行头前的路。所以上帝伫遮先互伊当因过约旦河，共款亲像因的祖先过红海，但是上帝伫遮爱因先做的头一个事，是爱因行到底，是爱因离开出埃及安尼的领路，是爱重新建立上帝甲因即群人的关系。这是头一个。行到尾后，第一个活动，接下来第二个活动是守八过节。每一届的八过节，其实拢是在提醒教导新的一代以色列民，上帝捌怎样带因的祖先离开埃及，嘛是要甲因讲，上帝的旨意是要带因进入迄个应允的地。透过守八过节安尼仪式故事，互因知影上帝甲以色列民的关系，以及上帝甲怎样替家己的子民行审判甲拯救。但是第二代的以色列民得到安尼伫守八过节的是，当咱咧看今仔的经文，咱会当看到守八过节了后，玛纳却无继续赏赐互因啊。伫旷野时，以色列人一天一天，上帝家己为着因所比办的是迄个玛纳。对，若是咱来想，有可能，但是对我们来说，可能有点觉得，如果每天都吃玛纳，可能会有些的厌烦。但是对迄个时代，对因来讲，因无需要努力，无需要去因温困拍拼，就会通有上帝比办的玛纳，只要听候因去捡。即款上帝为着因以色列民将逐项的食物拢准备好，迄个亲像伊甸园遐的美好的生活，其实是对进入世界了后，人就无够有机会体验的。但是即群第二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因伫旷野，因自细汉，因就是安尼过生活，因就是亲像一个离开伊的帐篷，因就会看到食物在涂骹，就亲像咱即马在疫情的时代，若是即马的细汉囡仔，真有可能当作人在外口生活，咱就爱戴喙安，亲像安尼感觉，真有可能因当作玛纳是就是在地上，这是这是天经地义的一个状况安尼。所以当因在守八过节的时，圣经讲因守八过节的过灯工就无玛纳。那对因即群第二代的人，这就是一件非常惊讶的事情，非常惊恐的事情。因为对于过去的生活已经无同款啦。已经是，他可能跟他过去的生活已经不一样的要做的事情已经开始不一样的生活作息。所以当咱来看这段经文，当因食迄堆的出产，第隔日玛纳就停止啊。以色列人嘛无够有玛纳，但是迄年因却食迦南地的出产。
有部分的版本会有翻译这两个字是无同款的字。有的版本翻成是土产，有些版本是翻出产，让他们我们按这一张对这两个看起，这两个字其实是无同款的字。第一种的出产，第迄个字，甲因过河诶，迄个通过是同一个字源，同一个希伯来文。伊安尼所描写的是食米，虽然毋是亲像玛纳对因拍开门就通看，离开他们帐篷时，他们就可以看到，但是因食迄堆会出产的即个头一个字，却亲像是食米通过土地出来的迄个画面。互第二代以色列人民会通慢慢适应，慢慢习惯因爱离开玛纳迄个心野，迄个特别的信仰生活，伊爱转去平常时的生活。第二个字讲因食地的出产，是特别讲即个从地出来的五谷，就是这个字才真正是表明因爱家己去努力，才会通得到食米。就亲像创世纪遐所讲的，上帝对亚当犯罪了后，互亚当的话讲：你们要辛勤工作，你们才可以得到饱足。但是上帝嘛，毋是对这两个字所显示的，上帝毋是一开始就无互因玛纳，就互因你该继续，你该家己去拍拼。无，上帝在这个过程中，上帝是慢慢来。上帝是虽然因是无玛纳的这个特别的生涯，但是因伫守盘过节这几工，因却是经历食米对土地通过出来安尼的生涯。慢慢啊，再互因去会通去家己努力，家己拍拼，家己趁因伫即个土地要食的食米。当因要进入迦南地，是上帝就是安尼应允，伊要互以色列民是老尼甲甲流奶与蜜之地。对玛纳甲地的出产，咱通看到上帝上帝家己上帝的赏赐，对特别的生涯，嘛有对一般日常生活安尼供给。对伊刚拄所讲的，伊迄个应允来讲，是连结做伙。虽然伊无对天来的玛纳，但是伊却开始在领受对即个土地、对迦南地、对即个应允的地所出来的老年甲蜜安尼的日常的生活。这是当因在想盘过节的经历。上后这个特别的关系，会通对以色列民庆祝耶和华的军队会通知影。出埃及遐记载，当以色列人住伫埃及430年，满430年迄天，耶和华的军队对埃及地出来啊。本来耶和华是对第一代以色列民就讲因是耶和华的军队，但就亲像咱拄仔所听到的，却因为因过去会对家己的认捌，虽然耶和华明明的讲耶和华的军队要对埃及出来，但是因却无安尼认捌。这群第二代的以色列民，因伫即个拄仔过约旦河。因头一届行甲礼，头一届守盘过节，頭一屆經歷到深夜，甲
对生业到平常时的生活安尼的上帝引带。虽然伊有可能，伊真有可能，搁咧拄仔讲的惊吓，搁咧毋知影明仔载搁会有啥物无共款的经历，但是因至少因有一个一定无共款的，是因的身份转变啦。因他们不再是埃及人的奴隶，而是耶和华的军队。他们不再是埃及人的奴隶，而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伫今仔的经文上后，咱能看到由约书亚所带领的第二代以色列民，耶和华应应显现的是耶和华是安尼讲：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军长的。当咱咧看这两个。第一代甲第二代，这两个同款是叫做耶和华的军队，但是结局却非常的无同款。第二届的军队，当因进入到应允的地，而且应该当因进入到应允的地，上帝互因重新明白家己的身份，重新甲上帝有合一的关系，重新来经历对生业到平常时的生活，我拢互你看到，上帝拢互因看到，我是怎样在引带你，毋管是在生业中，你会看到我；伫一般的生活，伫地出产，我拢会通看到，恁拢会通看到，耶和华是要怎样引带以色列民过因头前的路。伫现在，咱生育的生活，你甲我的身份是啥物呢？咱敢有思考？咱敢有当作家己是真正是上帝的军队吗？是迄个会通为着上帝国，完成上帝国目标的精兵吗？还是咱亲像拄仔以色列第一代迄群出埃及，伊只不过是想要逃避离开出埃及，但是因的心却无转变，伊还是受家己只不过是一个要逃避的人。虽然咱即马毋免受割礼，毋免行割礼嘛，毋免受盘过节，但是当咱伫庆祝顶礼拜国外节的时，当咱伫看生育，当咱伫看耶稣伫受难主的时，背后犹原是盘过节的基础。上帝将以色列民对埃及做奴隶的地领因出来，嘛同款发生伫咱的身躯顶，是上帝通过以马内利的主耶稣基督，将因的人民对伊过去罪的中间拯救出来，互咱会通对过去罪的迄个身份的罪的以下做奴隶的即个身份离开，会通成做一个新的以色列民，会通成做新的耶和华的军队。国外节结束到后一个庆典活动是圣灵降临节，中间的这段时间，咱的确是爱转去平常时的生活。就亲像今仔以色列人民，伊伫头一个生涯甲第二个生涯，因爱转去因平常时的生活。但是今仔经文是互咱会通有一个看到上帝是怎样在因平常时的生活，嘛因显现伊甲因伫地。同款的，当咱伫过咱平常时的生活，当咱伫期待后一个庆典活动的时，咱敢有看到上帝怎样领咱继续头前来行，要来行未来的路？求主帮助咱，
互咱会通伫咱逐项，互咱伫日日的中间继续看到上帝是怎样通过咱平常生活显明伊是甲咱伫地，互咱会通伫安尼的生活中，成做伊真实的军队，知影是伊在带咱行头前的路。咱三甲额头来祈祷。万军的耶和华，你是全队的统治者。阮伫遮来向你来恳求，求你，互阮有安尼的信心。若是伫庆典，若是伫礼拜，期待礼拜中，期待有搁较侪你的经历，搁较侪你甲咱伫地安尼的特别的经历。求你嘛，互阮有机会伫平常时生活，无论是工作，无论是家庭，无论是逐项的滴滴的事，拢互阮有无共款的眼光，会通看见。现在是你在引带阮，你是做咱生命的会带领的迄个，你是真正是新约所讲的你好牧者，互咱会通完全安息伫上帝你的带领中间。虽然面对未来，咱真有可能还是有侪会惊吓，但是对今仔的经文，阮显现的是你怎样引带以色列第二代以色列民，要进入那迄个应允的地，你今仔日嘛要继续引带阮，互阮会通进入上帝你对阮的安尼的特别目标，搁有安尼的期待。我安尼祈祷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感谢咱的新学生，面对未知的未来，咱相信上帝对咱的需要有新倒水的供应。面对咱未来的挑战，相信上帝要为咱备办，为咱开路。因为上帝伫咧约书亚记嘛讲，伊讲，恁着勇敢壮胆，无得惊，无得论。因为你无论倒落去，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伫地。这是咱来唱回应的诗歌，新圣诗622首，旧圣诗297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请咱会众起立。你
请坐，这是咱来的奉献，请伫手的即事。是阮听头阮的阿爸要上帝，阮都拜来主你的面前，听下你的话，阮是用虔诚的心来甲向主去教阮祈求。阮安尼献出淡薄的金钱，互主做圣工路用，阮安尼祈祷感谢，奉耶稣圣名，阿门。请坐。咱同齐来读今日的金句。今日金句是约书亚记5章14节，咱同齐来读。伊应讲，无，我是来做耶和华的军长。约书亚就确伫第2摆伊讲，我的主命令罗国啥物？约书亚记5章14节。好，咱这是我来报告。下周的聚会甲圣工的分担，请咱家己注意。奉献精神的部分，若有出入甲请往我来更正。这是我来报告的事项。第一项，感谢王雅智新学生今日真美好的分享，愿上帝祝福伊的家庭、学业甲服侍。礼拜后有第2堂的礼拜，请服侍的同工继续留来服侍。礼拜后第4楼有上年团契的聚会，主理是王顺峰长老，欢迎客友踊跃参加。下晡1点到2点半，伫咧3楼举办直播的训练，邀请台北东门教会林梦红执事前来分享。疫情过后，都爱直播吗？直播的核心价值是啥物？欢迎踊跃参加。财务组的报告，请教会各团契过价将1月到3月的数目交予咱的查校委员怡君姐甲心怡姐来检查。第2点。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第68届的总会通常年会，伫咧4月18到20日。本会庄牧师、林牧师甲大姨林志成长老要前往参加，请代祷。第3点，4月19日拜三上午10点，伫教会3楼有新眼讲查经班，请欢迎参加。第4点，甲忧伤的人同忧伤。本会廖秀丽姐的母亲廖卓淑安长老娘，伫咧4月8日蒙主恩调，享年92岁，定伫4月22日。
上午拜六，拜六上午9点，伫个元斗长老教会举行告别礼拜。已经登记要参加的兄弟，请伫咧迄日的透早真早哦，5点40就爱来教会集合，爱要坐福音车落去地狱，请嘛为咱的迄种遗族来代祷，求主安慰。第5点，就是后一个主日4月23，是大专事工奉献主日。台北大专中心会派廖恩玉传道前来分享事工意向，请为大专的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6点，中会商年部伫咧5月初10到12，要有举办春季的灵修，要参加的兄弟，请伫咧4月30日，咱的会长王月竹长老，也是副会长白祥执事，也是阿曼节，拢会当报名。爱纳1000块的定金，请要爱看详情爱看公布栏。第7点，中会传道部伫咧5月13日拜六上午9点到12点10分，伫咧大稻埕教会要有举办初阶的中职训练会。请中职同工拨时间来参加，报名到4月30截止。第8点，2023年的4月到6月的新安宫读经本已经来啊，咱邀请一人载一本回去，每日来单独会主逐工上少爱开10分钟来读经，亲近咱的上帝。这是今日的寿星是李梦如甲陈淑宇，淑宇去你主日学吼，好，阿梦如伫法国，我们有机会就向他表达生日快乐啊！森达执事帮我们表达转达，好，安尼转落去是请牧师来带咱同心代祷。像这样，咱只是起日，为着咱所关心、所需要祈祷的，咱直接来献上咱祈祷。咱先开声开出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三个组织，主，阮在你听阮，也敬选阮，互阮诚侪你的囝儿、你的查某囝，阮遮当心敬拜、服侍伫你的面前。当阮即时也听见，阮的心啊先直接会讲道甲分享，也对阮的报告，伫遐来关心。阮遮的兄弟姊妹，阮的教会的需要，主可能即时也甲阮三个伫地，阮为了阮的教会的需要，阮直接来献上祈祷。特别伫阮的肢体，在受礼者的时代，蒙主的恩调，阮要直接用祈祷的心，为着伊来祈祷，互伊当得到安慰，互伊的家族也得到安慰。到伫迄日，的整个的告别式，拢得到你的看顾。保守、祝福，主可以特别甲因三个伫地。我现在姊妹中间身躯病痛的，阮知对 COVID-19 的病后，有侪侪人伫即个免疫力的顶面，伫遐有衰烂，所以治疗侪侪的病痛、艰苦。主可以从你的圣手伫遐来医治甲帮助。阮知耶和华律法，耶和华是医治的上帝，不但要医治阮，也医治阮遮兄弟姊妹伫因所需要的身躯、肉体的顶面，做可能伊的手帮助的手，甲因三个伫地，也互因会当有健全的臃肿的身躯。无论伫平常时会食面，无论伫平常时会行踏运动，拢得到上帝你的看顾，来增加因的免疫力，来得到上帝你的看顾甲保守，到伫上帝你伫遐诚做欢喜的迄一日。主，阮的上帝，阮来为着遮出国出外的兄弟姊妹，特别当兵的兄弟姊妹，主肯定特别甲因三个伫地，无论伫国外的生活、工作，也是因的家庭的需要，也是军中的生活出入来往，得到上帝你的看顾甲平安，祝的手也放伫因的身上。主，阮的上帝，阮也将阮的教会兄弟姊妹所需要的，阮伫遮对你所求讨的，无论阮的家庭，无论阮的工作。无论阮甲人
甲人的关系，特别伫信仰这条道路的顶面，要怎样伫遐继续来持守、带领引传，那就有即个传承共一样，过去的一代会过去，新的一代要怎样伫遮领受甲上帝你更较亲密的关系。那像当时以色列人，那搁再一摆会割礼，甲上帝你的律约共一样。做个你也特别帮助阮，即群受你所竞选，会当伫即个传承的顶面，不但帮助阮本身，也帮助阮的下一代、世世代代，一只甲上帝你建立较亲密的关系。阮的主，阮的上帝，当阮伫遮对你求讨的时，看你特别应允帮助伫阮，特别祝福的手。也放伫阮遮个代祷的对象，阮所祈祷的需要，与阮本身的需要。搁来一摆将阮本身与阮兄弟姊妹对你的求讨，完全恭敬摆在你面前。阮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同齐来唱落尾的诗歌389首，阿罗上帝至关至尊。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三享受圣神的帮助，对这粒甲咱整个姊妹三个地地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这是咱闭会请咱会记得，咱闭会了后，咱也会记得爱来继续实践咱上帝的话，平安。